彼得大帝係俄國歷史上一位非常著名嘅沙皇，佢銳意進取、興利除弊，進行咗唔少改革，令到俄國從貧窮落後嘅農奴制國家一躍而成為強大嘅封建制國家，為俄國稱霸歐洲奠定咗基礎。沙皇彼得嘅改革首先係從禮儀制度開始嘅，另外彼得仲對文化教育同埋官制進行咗改革。第二步亦都係最主要嘅，就係改革軍隊。彼得改革咗傳統嘅職業兵同僱傭兵嘅制度，用服兵役嘅形式組織新軍，無論係貴族嘅子弟定係平民嘅子弟都要當兵。咁樣，彼得用咗只係3個月嘅功夫，就組建咗一支由32000人組成嘅新嘅俄羅斯軍隊——龍騎兵同步兵。俄國仲佔領咗波羅的海嘅里加灣、芬蘭灣、卡累利亞嘅一部分，以及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沿岸廣大地區，成為當時稱霸歐洲嘅強國。1721年，俄國樞密院決定將俄國嘅國號改為俄羅斯帝國，並尊稱彼得為大帝同祖國之父。呢個就係彼得沙皇被稱為大帝嘅緣由啦。